呢隻係 KPR 最新嘅開發版。咁呢隻開發版上邊嘅 MCU 係用咗銳殺嘅 RL78G12嘅。咁另外一隻單元加咗落去嘅就係一隻 G-Sensor， 係一隻加速器。咁仲有隻光感同埋一隻 NTC， 再加埋一個鋰電池嘅充電器，咁方便開發嘅。咁 USB Type-C 呢，只係愛嚟做充電嘅啫，同埋愛嚟做呢個供電。呢一個開發版套件呢，就會包咗一個程式，測試程式入邊呢就可以 compile 㗎啦。咁入邊有啲功能呢，就已經 demo 咗可以開關嘅，就係EE 內存啦、OLED 啦，同埋3個 PWM 嘅 output 嘅 demo， 加速器嘅 demo 亦都會有喺度嘅。咁當然可以有溫度計啦。溫度計啦，內部參考電壓啦，係電池電壓啦，同埋係呢個感光度㗎，同埋呢個係加速器嘅輸出，呢個加速器輸出。OK， 呢個係 NTC output， 25度、27度。呢個 compact 開發呢就比較方便，銳殺 G12係比較慳電，待機電流亦都係可以去到呢一塊板上邊嘅測試呢，個待機電流呢係可以去到10 mA 以下嘅。咁所以啲產品呢係適合用一啲鋰電池充電嘅項目嘅。而3個 PWM 嘅電路嘅參考電路呢，就係喺呢度。佢唔係一個 closed loop 嚟嘅，係一個 open loop， 係一個限流嘅方式。咁唔單止可以用COB 或者COB 嘅燈，或者可以用一啲個電壓啱、電流啱嘅驅動，包括一啲馬達啦，或者其他嘅輸出。咁所以留返一個，呢度有一個，呢塊板上邊會有一個debug port 232嘅 TTL 嚟嘅，同埋一啲指示 LED， 仲有一個獨立，唔係獨立，係共享嘅 I2C 嘅接口嘅。咁係同呢個
加速器係相同共用嘅，而上邊係有一粒3.3穩壓嘅，咁亦都係100mAh。鋰電池嘅充電 IC，理論上你插任何嘅容量嘅3.7伏鋰電池，佢嘅充電電壓最高係4.2伏。咁但係呢隻充電 IC 係好細嘅，咁最多係350mAh。咁所以如果要參考你用幾大嘅鋰電池，咁佢都會時間長咗啦，容量越長容量越大，咁啊時間越長啦。咁呢個係普通嘅 USB Type C 嚟嘅，亦都係冇升壓，亦都係冇帶一個溝通協議，只係一個插落去 Type C 嘅充電器入邊，佢自己識別咗係5伏，冇帶溝通協議嘅，係一個最簡單最個普通嘅充電嘅方法。咁如果買咗呢個套件呢，咁會包咗電路啦，一啲嘅產品資料啦，同埋BOM 嘅。有咩疑問可以去網站 email 聯絡我，或者問詳細資料，或者係可以再參考其他嘅方案去修改做你嘅產品。咁而呢塊板做出嚟嘅產品呢，就係類似嘅產品已經成功咗嘅呢，就係呢兩間公司啦。可以去睇睇佢哋嘅產品嘅介紹同埋其他嘅資料。多謝。